太陽國際體育會喺新一季又再招募青年軍球員。喺上年，多位透過招募獲得入選太陽國際體育會嘅青年軍球員，喺過去一年，佢哋嘅足球技術都有明顯進步。嚟咗太陽國際之後，無論覺得自己嘅交波、斬波、射波，都一直咁進步緊啦。無論自己喺對抗性或者喺速度方面，都一直增強緊，令到由以前一個唔係幾識踢波嘅人，而家變咗一個都比較好咯。佢因為每個禮拜有2次練波啦 ，keep 住咁咧之後，咁啊幫助我體能同埋啲技術啊，都可以放膽去做。其實部分球員加入太陽國際體育會嘅初期，對自己嘅能力都抱有懷疑，但係得到教練嘅鼓勵，自信心亦都得到提升。佢哋對我哋好好啦，俾唔同嘅位置我哋嘗試去踢啦，佢哋做得好又唔會係咁鬧，佢只會慢慢咁教導我哋，同我哋講翻清楚應該點樣做咯。作為年輕而有上進心嘅球員，對足球都有夢想，就好似呢一班太陽小將一樣。我想一路踢落去，踢到甲組，為香港足球出翻一份力。咁我本身就好中意太陽飛馬，所以就想直接升埋去太陽飛馬咯。想成為太陽國際體育會嘅一份子，方法其實好簡單，記住我哋嚟緊青年軍招募日嘅日期啦！成全你我足球夢，奔向太陽闖韓國，太陽小將招募日預埋你啊！